用寄的，我是摆明了。你把钥匙给我呀！我摆明了，我不是用寄的，我不是骗他了，我直接。你把钥匙给我呀！你没有用寄。我不用寄啊，我直接告诉他，我拿着钥匙是等你来。那你其他人不干的。不干是等他跟我说吧。他肯定不会干。他不干以后不用开吧。这是我给你分析的。他为了不接我，他就他说好，让他看多久。你这个不是方法。是唯一的方法啊。不是方法。是唯一的方法啊。生命的第一声第一哭，就是难受苦。人间这一路，这首歌。你不知道我在付出了什么努力。就是说，下次你跟他聊，我还没回来。他要求跟我聊人间受苦，给受了死之后。我说下次跟他聊的时候，要是我没有回来的话，你告诉他我走了。你这要多久回来啊？你永远不回来是吧？1星期啊。永远来不来一样的，他不愿意来呢。钱啊，没钱有没钱的痛苦，有钱有钱的痛苦，因为为什么啊？因为不能永恒